在地人在地前要来讲原住民的消息，南投埔里的稻卡氏族虽然讲目前人数已经存无偌济，不过为了延续传统文化，同款的遵照这个传统办招标迎灵制作的仪式，只有来年会当丰收。嘛讲，让这个传统文化变成族人的日常生活。族人因社区巷仔拍热弄鼓，向大家宣告这期特别起鼓。传统逐年咱人7月住伫咧埔里的稻卡氏族族人会进行传统仪式制作。有分大小的一个仪式，然后今天是召集比较多的家族的成员一同来参与。举办传统仪式，希望当祈求祖灵保庇，同时嘛祈求明年会当丰收。这项传统祭旗嘛，请专家学者来接参与。我在求学的时间呢，其实就对这样的一个仪式有产生很大的兴趣。那这些文化呢，其实也都是台湾在地的本土文化，所以我就从台中过来。老人唔讲过，少年唔捌报，希望传统文化未过再世，留一言的继续故事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